中文學術寫作第二講，選書嘅技藝，蔣廷弗，中國近代史。同學揀好嘅書嚟睇固然之重要，但係好嘅書都要揀一個好嘅版本。如果唔小心用錯版本，就會好容易跌入陷阱。而今次呢條短片，我哋就會以蔣廷弗中國近代史，又叫做中國近代史大綱為中心去加以說明。蔣廷弗嘅《中國近代史》係一本體大精施史著，文字簡潔。郭廷義、何炳棣等史家對呢本書有好高嘅評價。但係呢本書原先喺1938年出版，國內版本就係由岳麓書社喺1987年重印。之後國內大出版社都陸續重印呢本書，而香港同埋台灣嘅出版社都多次重印。所以同學如果喺睇蔣廷弗中國近代史嘅時候，唔理版本，隨便拎一本書嚟睇，而冇認真揀到出版社，就會好容易跌入陷阱。1938年7月，呢本書係由藝文研究會出版，商務印書館發行，而右邊係第4章嘅目錄。喺對比之下，我哋可以睇到岳麓書社嘅1987年版本將第7節蔣總裁貫徹總理嘅遺教完全刪去。去到2009年，岳麓書社就補返第7節蔣總裁貫徹總理嘅遺教，但係就改咗標題，同原先嘅版本唔一樣。呢個係香港開明書店喺2021年重新排印嘅版本。唔單止第7節冇刪除到，連標題都冇做到任何嘅改動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再睇埋台北理人書局喺1982年重新排印嘅版本，而右邊係本書嘅最後一頁。讀者一比對下就會知道，呢一個版本將第6節同埋第7節嘅內容都全部刪走晒。喺2017年，蔡登山為新銳文創復刻咗蔣廷弗嘅《中國近代史》，集合咗蔣廷弗有關中國近代史嘅文章，合成為一本書，而將佢改名為《中國近代史論集》蔣廷弗外交史著作選復刻典藏本。但係呢本書一開頭就講到明，係根據大西洋圖書公司喺1970年嘅版本去復刻。換言之，呢本書同理人書局嘅版本一樣，都係將第6節同埋第7節嘅內容刪走咗。雖然國內版本已經將第7節嘅內容補返，但係內容都係有所改動，而呢一個改動已經成為咗定本。目前可以睇到嘅國內版本都做咗同樣嘅刪改。喺網上邊就有篇文章叫做《如此刪除，意欲何為》，當中指出咗國內版本蔣廷弗嘅《中國近代史》部分內容就用咗空格嚟做代替。目前我哋可以睇到國內版本蔣廷弗嘅《中國近代史》已經改動成一個定本，而佢嘅另外一篇文章《中國與近代世界嘅大變局》部分內容亦都同樣被改到面目全非。呢個係國內版本第7節嘅第1段，而呢一個係1938年版本第7節嘅第1段。總括而言，我哋可以見到，就算係同一本書喺唔同地方出版，內容都係會有所出入。